咱台湾过去捌有40几年，拢由国民党共一批民意代表来掌握国会，互人叫做是万年国会。伫30当前的2月7日，总是结束这款韩国的威权围堵，走向民主政治。立法院就办一个展览来讲，这30年台湾的民主是安怎行到今仔日这步。3、2、1，请剪彩。对，给点掌声来鼓励一下。 迎向民主国会30年，立法院举办特别展览，邀请学者官员共同参加，为万年国会也百合学运一直到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，回顾30当来的艰难路程。1980年代，台湾历经一连串的社会运动与民意冲撞，终于在1990年代初期实现国会全面改选，选出的第2届立委。 在1993年2月1日就职，正式终结长达43年的万年国会，也让立法院成为真正的民主国会，奠定了民主台湾的坚实基础。尤锡坤强调，国会是民主的根本，定期改选才通掌握上新的民意。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是感谢前总统李登辉坚持改革，让台湾实现民意政治。另外，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嘛特别用英文 party 来比喻台湾政党生态的丰富性。如果一党的话，那就不是国会了。台湾的国会是真正的民主，因为我们跟大家一样，都是 parties， 都是有复数的政党、多党的。 政体的存在，大家应该要战战兢兢的，因为你代表人民。民主国会30年特展，为1月31日开始，一直到6月30日，记录台湾国会全面改选的历史卡列。记者麦尚郑俊由台北报道。